10月6日上晝，位於慕拉士大馬路望信樓地下嘅政府綜合服務中心舉行揭幕禮，並宣布於同日下晝正式啟用服務，為市民提供24個公共部門逾300項服務，並設政府24小時自助服務中心同埋跨境自助服務專區，進一步便利市民，促進跨境服務聯通。今日正式啟用嘅莫拉士政府綜合服務中心，提供咗57個服務櫃台，提供24個公共部門超過300項嘅服務，亦都擴大咗政府24小時自助服務中心嘅規模，既係服務理念嘅升級，亦都係服務模式嘅創新。除咗提供將近70項嘅自助服務之外呢，中心更加新設咗跨境自助服務專區，提供廣東省粵自助同埋橫琴雙視通嘅自助服務機，進一步為居民喺合作區同埋大灣區生活提供便利同埋貼心嘅公共服務，促進咗跨境服務嘅合作。行政長官岑浩輝喺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嘅陪同下主持服務中心嘅揭牌儀式，並喺儀式後進行參觀，聽取駐場部門領導主管同工作人員嘅介紹。服務中心辦公時間為周一至周五上晝9點至下晝6點，市民可以透過一戶通預約取籌，或者使用現場電子取籌與電子叫籌服務。同時，位於澳門黑沙環新街嘅政府綜合服務大樓亦已於同日停止運作。